呢個係做完 Smile 嘅我，呢個都係做完 Smile 嘅我。原來眼矯視後做多一步，視力可以 keep 得更加好㗎。話說由細到大我都係好深近視嘅，所以早幾年就的起心肝做咗激光矯視。原先以為做完就可以一勞永逸，點知原來勁易眼乾，要成日眨眼，分泌淚水出嚟滋潤。除咗視力有少少反彈之外，最慘係畏光啊！太陽底下呢係需要戴黑超先可以出到門啊！直到我去萬寧揾到 Refine 眼科專用木在身，情況先至有大大嘅改善。佢添加咗坊間少有嘅專利藏紅花素，人體臨床及超過咗100篇醫學期刊證實，有效促進眼底微循環，保護視網膜，舒緩眼肌壓力。仲有抗氧之王蝦紅素，增加淚液分泌，減少眼乾、眼攰、紅筋出現。另外5:1黃金配比葉黃素、玉米黃素，幫我抗藍光，維護黃斑健康，減低熟後提早老化嘅問題。自從食咗木在身之後，對眼真係冇咁乾啦，淚液分泌穩定翻。而家睇遠近事物都清晰咗，最開心係畏光嘅情況都改善咗啊！終於可以用 4K 視覺咁樣欣賞大自然景色啦。如果你做完矯視都有咁嘅煩惱，快啲去萬寧同 Refine 嘅官網買嚟試下啦，幫對眼做翻個術後保養啦。